再来看宜兰县东山乡的生态绿洲园区，本地准备要收费了，即马是先暂停。地方人士有人建议讲，应该先免费开放，先拍出名声。也有人建议讲，会当伫遮来设表演的场所来吸游客。县政府是表示讲，会来听各界意见哦，再过来做讨论。东山乡生态绿洲园区直接去收费停车场甩去路车一园，还佫收30块的清洁费。地方认为，就算园区树仔真慢，要优质的景观，按过游客较少，县政府应该取消生态绿洲收费，来吸引更较侪游客。我想，但是我们目前游客还是比较偏少，觉得相当的可惜啊。所以我觉得建议说，是不是宜兰县政府可以来就是免收门票。宜兰县政府办的生态绿洲促产案，因为疫情了后市场动向不清楚，县府还佫评估收益甲效益，暂时划停。风景区无法度违法升级，互大家烦恼游客愈来愈少，影响观光产业发展。问游客意见有无同款的看法？40块会太贵吗？不会啊。怎么说？以为这么大片的草地可以看不错啊。合理的收费都很正常，因为要大家的维护这个环境。生态绿洲每年差不多22万进出，这几年无办绿色博物馆，如何为园区再做亮点是值得探讨的议题。地方也有人建议，用伫园区内底起建夜厅、活化园区。我们到时候再来看看相关的一些意见的收集，还有包括条例的内容的一个检视拿来做通盘性的一个检讨。县政府表示，有定出风景区管理自治条例，针对收费有一定的标准，地方的声音县府会检视条例内容甲意见收集，各做全面的检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